没必要入洞房呀。我坚决反对这门亲事。曲老四，夫人，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！夫君，你看我的样子像在开玩笑吗？不像，但是像在试探。当然也不是试探。那也不能开玩笑啊！夫君，你听我说，老四是我的亲妹妹，嫁给别人我不放心，只有嫁给你。这个嫁给谁都不可能放心，相对的，娶了谁也不可能放心。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让人绝对放心的事儿，所以咱们在做出决定的时候都会掺杂一些感情因素的。那我跟老四有感情吗？没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吗？有。哎，不对，乱了！哎，重来。夫君，那天你还亲口跟我说，只有老四最懂你。我是他懂我归懂我，那算命的还懂我呢，两码事儿啊。老四，那你说说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你姐夫，实话实说，姐不会生气。姐夫自然是极好的人，而且别绕弯子，你就说你对你姐夫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哪种？就是你看到一个人你会心跳。有，那就是喜欢你姐夫了。夫人，这个好了，这个事情啊就这么说了，我去告诉二女。夫人，等一下，我问你，说，你们俩在哪儿学的甄嬛体啊？徐老四，徐老四，夫人，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啊！你怎么跟夫君一个口吻呢？二女，别哭了。老四啊，刚才夫人说的你都懂吗？懂，真懂？真懂。那你怎么想的？结就结呗，反正我也不烦姐夫。那万一以后要是烦了呢？那也好办呀，到时候姐夫再一纸休书把我给休了，反正你好说话。你都够潇洒的啊，21世纪都撑不下你了。那姐夫怎么想的呀？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反对和亲，亲上加亲也挺好，就是我总觉得特别别扭。是，我也觉得特别扭。其实这事儿也好办，关键是咱们俩之间没有感情基础，得培养培养，要不然入洞房的时候多尴尬呀。谁要跟姐夫入洞房呀？你不是不反对嫁给我吗？那也没必要入洞房呀。我坚决反对这门亲事。二女，你哭够没有啊？二女，给我坐下。我让夫君娶老四，对你有百利无一害。夫人，我知道我小，年轻漂亮，爱撒娇，说干的。可是我不傻。夫君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在家中自然排第一，您掌管家里的大小事务就是第二，那我就是小三。一家人其乐融融的，您干嘛又找来一个小四啊？老四是个难得的人才，让她嫁给别人，那叫肥水流了外人田，对咱们家不利。夫人，现在咱家的钱已经多的几辈子都花不完了，咱家有夫君一个能人就够了，您何必再找来一个人与您争宠呢？说来说去，说到根儿上了，还是争宠的问题。哪个女人不希望得到丈夫的疼爱啊？希望是希望，可是生活是生活。我不管，我只知道现在的生活我很满意。您忘了夫君大病以前是怎么对咱们的吗？现如今夫君转了性子，对咱们疼爱有加，又何必自己找这个罪受呢？二女啊，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咱们三个人，论年轻漂亮，会哄夫君开心，我和老四都不如你。但是论掌管这个家大小的事务，你和老四又都不如我。但是论帮助夫君在外面打点一切，我和你又都不如老四。咱们三个人就像一个整体，缺了谁都有缺憾。三位一体，
确实完美。您现在不让老四过门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夫君又给你带回个什么人来。到那个时候，也许那个人比你漂亮，你又要怎么办呢？这个问题我真没有想过。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只看眼前，不管过了多久，老四始终没有你年轻漂亮，你也永远没有办法帮助夫君打点外面的一切。那么属于你的这份恩情，老四抢不去；属于老四的那份信任，你也永远得不到。所以，你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，又何必担心夫君不疼爱你呢？另外，你也大了，这每个月的月饷也该涨涨了。真的，夫人。等老四过了门，这月饷的事情你就更不用担心了。夫君，夫人，这门亲事还是算了吧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没有感情基础啊。夫君，想当年我嫁给你的时候，不也没有感情基础吗？那不还是嫁了吗？可是不一样。都一样。夫君，这娶妾的事情啊，有时候还真不能只听你一个人的。我这个做正房的呀，有一半的发言权。我娶妾不听我的，听谁的？那听王家的。娶老四为妾，一方面是为了王家家内家外的事务，一方面是为了让夫君早日有个后人。这事儿呀，还真不能只听你一个人的。我和二女也有发言权。那二女怎么说？二女我已经告诉她了，她也同意，所以咱们家3口人2对1通过。另外老四这边也没有意见。对，我没意见，反正嫁不嫁姐夫都行，就是不嫁外人。可是二女为什么会同意呢？深明大义呗。深明她大姨妈，她脑子是不是让驴踢了？夫君，你就别再挣扎了。现在这大户人家哪个不是娶个3妻4妾的呀？你娶少了让人笑话。可是我这娶了跟没娶一样啊。这娶了妾，至少就少了在外面养外宅的机会。想当年夫君在外面养那外宅叫什么？哎，行了，行，别说了，娶。老四呢？那就嫁呗。好。你听说了吗？咱们四小姐要嫁给小侯爷了。二娘子，4姑娘要死乞白赖嫁给小侯爷了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四小姐奉子成婚，真的？谁的子？这还用说？肯定是王小侯爷的。早就看出来了，之后不是好东西。子豪这小子有一套。要不我们去闹个洞房？不可！子豪兄既然没请咱们，他就是不想声张。我就不明白了，娶个妻妹为什么不能声张？此话差矣。来，咱们喝酒，咱们遥祝子豪兄洞房花烛夜一击即中。好。哎，我说，你觉得他们配吗？配，是配呀，还是配呀？都行。二女。哎呀，二女不在啊，那算了，我走了。夫君，夫君。我二夫人长肉了呀！哎呀，夫君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我抱我二夫人还怎么了？还干什么呀？还？夫君哪还记得你二夫人啊？去找你的3夫人吧。哦，那我去了。夫君。哎，我还是最喜欢抱我的二夫人了。我才不信呢。二女啊，最近钱够不够用啊？当然不够用了。哦，
可我听说夫人可是涨了你的月饷啊。可是还是不够。那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去账房支100两银子，就说我要用。真的？啊，但是不能告诉夫人哦。夫君最好了，我绝对不告诉夫人。哎呀，不行啊！怎么不行了？这事儿要是让老四知道了，那肯定不干。老四最在乎钱了。凭什么呀？我才是二夫人。你看，老四如果进了咱们家的门，管账的肯定是他呀。就算你是二夫人，以后用钱也得通过他。但是老四呢，特别在乎钱，那对钱亲的比亲妈还亲呢，肯定不会给你。可是夫人说了，等三夫人进了门，我就不用担心月饷的事了。哦，对呀，那没有月饷了，还担心什么月饷啊？那可不行，夫君，你不许娶三夫人。哎呀，可这些事都是夫人定的，我也做不了主啊。我去找夫人说。哎，等等，坐下。我倒是有个办法。真的，你确定是亲耳听到？是，前日按照公主吩咐去给侯府送寒瓜，听侯府的下人们说的，日子都定好了，就在明日。好你个王子豪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。现在倒好，偷不到的小姨子你都能给娶回家了。我们走着瞧。都麻利点，说你们两个呢，玩呢。对，少放，对。老四。哎，小姐，姐夫，来是啥工作啊？找你。找我啊？出来。啊！别偷了啊！还没正式过门呢，就腻上了。原来就这样，我觉得挺正常。正常个屁呀！这说明原来就好上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什么事儿啊？有事儿里面说得了呗。老四，明天你就要嫁过来了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没什么想法，跟以前一样啊。那怎么能跟以前一样呢？你明天嫁过来就是我的三夫人了。哎呀，不就变个称呼吗？不是，那不光是称呼。你好狠的心啊！谁让你动手动脚的？以后你要是嫁给我，还不是得天天动手动脚的？那天咱俩可说好了，嫁给姐夫没关系，但不能入洞房。我再一次坚决反对这门亲事，我下决心了。老四，姐夫跟你说实话，姐夫不想娶你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就是咱们俩